佑长，这个写歌真好听呢。多谢。佑啥？啊，这条歌哪会甲以前拢无共？啊，那毋是口条啊？就是我甲人家写口条的，我写乱来的歌哦，嘛是照常写。小秀，阮当然看佑长写的新歌啦。もう新曲の録音はしません。什么代志？お豆腐からの命令によって台湾語歌謡曲の録音は禁止されました。唉，这日本人哦，实在嘛有够小屁脸的，啊，真正袂堪要看咱台湾人好。林州啊，啊你靠写歌吼，趁遐尼侪外劳啊，我看吼，你损是上侪啦。外劳啊，伊的外劳啊，拢摕去交互蓬莱哥的少房啊。啉啦。啊，恁两个来啊？来，做咩唔烧酒啊？你咋出去啦？卖入来。林秋啊，你嘛莫安尼啊！哥伦比亚甲美加达两间去搬回社咧烧饼的时阵吼，互相手咱台湾人做曲甲写歌的人才，啊，甲咱拢拖落，害咱大家吼加减有淡薄仔无拄好啦。啊，迄当中我就讲过，这生理的车饼吼是一时的啦，敢若朋友的感情哦是永远的，啊。文龙师你讲对啦。咱大家拢是朋友，爱互相相挺、互相牵成，啊，唔通因为一时的无拄好哦，啊，伫遐拍歹感情，安尼无价值啊，知影无？林秋菜，进前吼较歹势啦，希望你莫见怪。是的，是的啦。秋啊，秋，啊，你讲徛伫遐创啥？做伙来啉酒啦。不要停啊，吼！好啦，我是今日到家咧。啊，美加达无要做台湾歌，安尼恁即马有啥拍算啊？啊，上当变安尼，嘛毋知要安怎。既然日本人开个会社吼，无要录台湾歌，咱台湾人就家己创一个会社来录台湾歌嘛。只要有人买客盘，咱就甲继续写台湾歌。对，继续甲伊拼落去，好，来，来啉。来，哦，啊若无你红来哥的少房就无钱通收啊你。多谢再过来。人阮友卡吼是阮店里上安排啦，啊，因讲是台北城的第一个段。今仔日若毋是家己讲要离开迄个环境，要过着一般正常家庭生活我真感觉嫁出去咧。袂啦，莫遐尼爱趁钱啦。人若是有机会通过更较好的日子咱嘛是爱甲生存啊。那是当然的啊，无我今仔日找阮友卡来遮甲恁见面啦。是啦，啊，恁友卡伫蓬莱哥敢有？哎呦，放心啦，阮友卡是袂假无袂新啦。我今日来甲伊遮相亲，我就袂在意遮个代志。我今日是来带个单的，毋是来带两家大小姐。对啦，敢若听你上你讲这句话就知影你上你是一个大好人啦。啊，那咧后日你一定足疼惜阮友卡啦。你捌过红无？当然嘛毋捌。捌。我捌过过红。讲来我听看卖啊。阮翁是一个文人，文笔真好，靠写文章趁钱。啊，毋过伊伤爱啉酒，所赚的钱拢去互伊啉了了。最后我挡袂牢，就爱离开伊。啊，伊拢无来找你。伊想要找我，嘛找无我。啊，伊哪来找你咧？无可能，伊绝对找无我。若是来找你咧，我绝对袂阁插伊。也袂甲伊讲话。袂。优卡，望春芳要去做电影。望春芳要去做电影？是啊，来，紧，你灌酒来，我讲互你听。来。酒
酒啉了啊，我袂记买新的。无紧无紧，来，你进来，今仔日不爱啉酒。来，紧坐来，我讲互你听。第一下甲制作所的头家啊，伊爱我编故事，你敢知影？我要写什么故事？我想要用你做这个故事的女主角。啥？用我做故事的女主角？有一个水查某囡仔出世伫一个善食人的厝内，有一天啊，伊的老爸突然间得到急性病，逐工倒咧眠床爬袂起来。啊，伊为着要为老爸治疗啊，杀到家己袂去夜单经，从此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。老苍头啊，逼伊酒客一个接过一个，逐工安尼陪酒陪笑，你感觉安怎？迄个查某囡仔，就是我的心。敢毋是你？你是够了解我偌济？我无了解你。你哦，就亲像一个戆大呆，就是家己的外貌。好，我不了解你，我知啦，我敢若是你的一个人客，我来走。文劇部は文劇部長以外の方との契約を打ち切ります。文劇部の皆さん、大変お疲れ様でした。長い間お世話になり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の柏のは一生忘れません。今度皆さんと一緒に仕事をでき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ます。では文芸部の皆さん、お元気で。先生你好，我就是吕王平。王平呀，你好。来，来面请。容易哦，什么新货下？其实嘛，唔啥物新的啦。我这间入党哦，就是较早的太平甲普悠路两间合作伙。我知影你较早伫个普悠路做过文艺部长，我请你来遮嘛是同款做文艺部长。啊，这间就是为你带的练手室。是做同我的时机啊，可拢母比啊，甲蜜塔拢已经收起来。迄就是因总督府对因日本人的政策啦。啊，我台湾人哦是无这个负担啦。而且咱台湾歌较早拢用这两间把咧做，啊，因即马要退出，迄就是上好的机会。先生，你莫阁张图啊啦！啊，办公室哦，拢替你穿好势。你对今仔开始哦，就会当来上班。哥伦比亚甲维他，因遐歌手甲作词作曲的，拢甲招过来。林婆，哦，阿姐啊，你要去哪？阿母叫我去买豆油啦。哦，真乖咧。阿爸咧？出去啊？去倒？唔知啊，伊无甲我讲啊。安尼哦。较惊阿爸回来，你甲讲，今日暗时7点，
阿杰伫阿达阿杰的物件啊等，有代志要甲讲，会晓袂？会晓。几点7点。好啦，今日买豆油。好。这近2个月，可能木拢是为日本进口入来，较这咖啡品也拄好，洋气过来。警察，小姐，两位若是有介意的，当炸一罐带你去看卖哦。あ、金さん。你看阿朱啊？そうですね。一拉海啦，有開き，上新的哦，足趣味啊！我看了就你看，呢。警长，你留下。啊，免啦，先生，我有一寡公事哦，要甲你讲一下。好。是阿先生，替我顾一下哦。好。是阿医生，即马拢要甲你斗顾点。是啊，即马局势无好，因会社无工课，所以就无头路啊。安尼嘛好啦，有伊甲你斗顾点，你较袂遐忝。すみません。はい。啊对啦，你找我讲什么代志啊？吕王平找去做文艺部长啊。真的哦？估计嘛会对我同齐去。安尼就好个啊，你会当佮继续合作啊呢？共款要做台湾歌哦。是，所以我想要请你过去唱，因为我感觉，敢若我甲武贤欠你一个，阮两个无法度做出正港的台湾歌。我足感谢你搁来找我，啊，毋过我足够无唱啊，而且即马搁爱顾店，我咱会当利用你有闲的时间啊。顺顺，我是感觉一个爱唱歌、有唱歌天才的人，一世人拢无应该放弃。因为你毋是为着你家己一个人唱尔，你是为着所有的听众唱。所以顺顺，お願いします。感谢你来日当搁再甲我合作。应该是我的感谢。哎，顺即安怎？变真多啊！查某囡仔结婚了后，加减拢有一寡变化。我讲的哦，毋是款变化，是啥物变化？我感觉伊对唱歌哦，较无以早遐认真。哪会安尼？可能是生活的压力。伊店的生意无好。迄我是毋知，啊，毋过银行无头路，应该是会增加伊的负担。银行无头路。毋知安怎，我今日看到伊，我就感觉足毋甘的。好啦，莫想遐济啊。以后伊若是有困难，咱搁做伙甲伊斗相共，吼。来，来。